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的是新城控股。这个新城控股很多人恐怕不太知道，但是要说到这个吴越广场，那很多人都清楚，在3线、4线城市都有吴越广场非常多。这个吴越广场就是新城控股开发的。相比较吴越广场这个还有一件更出名的事情，让这个新城控股为广大的网友所熟知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说新城控股叫因祸得福。前几年当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大肆扩张，在跑马圈地的时候，这个新城控股由于这个董事长被抓，所以说他就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反而这个保守策略救了他们。当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纷纷暴雷或者走在暴雷的路上的时候，新城控股好像这个现金流似乎能够维持。但是今天的媒体报道说新城控股表面盈利，实则隐忧，现金流几近枯竭。这个文章的来源叫经济格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4月1号，新城控股，也就是代码是601155，他说旗下的新城粤服务突然发布公告，称暂停交易，并推迟年度财报发布，原因是审计过程中发现与关联方存在异常资金往来，需进一步进行核查。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将新城控股推至市场风口浪尖。事实上，这并非偶然事件，早在3月28日，新城控股刚披露的2024年年报中，就已被志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非标准审计报告。这个就是咱们以前老说的叫非标报告，关键是质疑它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关键是这是新城控股连续第2年遭遇类似的审计意见。那么2025年如果这个可持续经营情况不能得到改善的话，将面临被强制退市风险。也就是咱们看到的新城控股，因为他躲过了这一劫，实则他没有躲过，该来的都要来，无人能幸免。这个文章说表面盈利，实则隐忧，现金流几近枯竭。从年报数据来看，2024年新城控股实现营收约890亿元，同比下降 25.3%， 规模净利润 7.52 亿元，同比增长 2.07%。 你表面上看它这个财报跟其他的房地产企业相比，那还是不错的，因为其他的房企都是在赔钱嘛。你看那个万科亏损将近500亿，还有什么龙湖对吧，还有什么保利，那利润都是下降非常厉害。但是你看新城控股的利润还涨了，但是隐藏在报表深处的数字却暴露了公司的失血困境。地产主业断崖式下滑，房地产销售收入同比下降近30%至760亿元，毛利率仅为 11.7%， 创历史新低。合同销售额暴跌，去年全年合同销售额仅401亿元，同比暴跌 47%， 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44%， 经营性现金流快速枯竭。2024年净额仅15亿元，4季度均为负值，过去3年220亿元持续滑落至不足15亿元，呈现断崖式下行。货币资金告急，账面仅余103亿元现金，其中37亿元受限，同期1年内到期短债高达120亿元，应付账款高达453亿元，账上现金只有103亿，37亿是受限，也就是他账上现金能动的也就是70亿不到，但是他短期到期的债务有120亿，这不就是马上要爆雷吗？这还没说到应付账款应付账款是供应商，你还可以跟人拖说志同审计明确指出，截至2024年底，新城控股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产151亿元，有息短期债务合计1120亿元。该公司已连续2年出现这一严重资金错配，若2025年无法改善，极有可能触发退市新规。在住宅开发业务节节败退之际，新城控股加码商业运营加物业代建双重转型，试图以商业反哺住宅。年报显示，商业收入128亿元，同比增长 13%， 其中物业租赁毛利率超过 70%， 带动全年近半毛利率。但问题在于，这种高利润背后是对旗下吴越广场的高强度抵押换取融资。截至2024年底，吴越广场共有1214亿元资产中，已有1025亿元被用于抵押融资，抵押率达到 84%。2024年新增抵押融资205亿元，
利率虽低至 4.97%， 但可用抵押空间已非常有限，商业转型榨干融资潜力，未来可持续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吴越广场出租率接近 98%， 年客流近18亿人次，背后的盈利能力却难以迅速变现补充现金流，这让所谓的商业造血变成了一种资产抵押套利游戏，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企业现金流危机。这个吴越广场的效益啊，咱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去研究啊，你就看那个万达广场。吴越广场比万达广场它所处的那个城市层级啊稍微低一点，就万达广场一般的在1、2线城市布局比较多，那这个吴越广场它在3、4线城市比较多，王老板手上有4、500家万达广场都卖不出去啊，没人愿意接盘。那为什么没人愿意接盘呢？肯定是效益不好啊。如果他每年利润他能算得过账，那有人就愿意买。那万达广场的效益都不好，那吴越呢？也就是他吴越广场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这2年啊很奇怪啊，3、4线城市的这个消费啊，就是线下消费比1、2线城市似乎还要这个热闹一点。就是你在北京啊，那万达广场你感觉好像人不多，下面那个商铺很多都关着门的，都在旺铺转让。我不知道大家在北京或者上海啊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就是万达广场是这样。但是啊，你到4线城市、3线城市那个吴越广场，那个人流还是不错的，还是挺热闹的，有时候经常停车还停不进去。但是他赚了流量，到底赚不赚钱这不太清楚。我想他就是赚钱，恐怕也是叫什么了胜于无啊。这个文章说啊，非标审计2连击，资金方信心濒临崩盘。继2023年普华永道出具非标审计后，2024年志同再次指出公司存在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并特别提及公司连续流动性告急，高比例短债集中到期，部分资金受限。审计中发现重大会计差错未能更正，这类非标意见将严重打击债权人、监管机构及市场的信心。未来1年内，新城控股需偿还6亿美元境外债券以及37亿元境内债务，若销售回款不能改善或再现信用危机，公司将直面违约风险，也就是要爆雷这个新城控股的遭遇啊，实际上再一次说明啊，叫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也就是整个房地产行业不行，没有房地产公司能躲过这一劫啊！现在你看上去那些岁月静好的房企，实际上对吧，谁苦谁自己知道。那些还没有爆雷的房企，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岌岌可危？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什么1线城市啊，北京、上海、什么杭州、成都啊，对吧？这个地王频出啊，好多国企、央企去抢地，然后这个高溢价，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这背后都是有道道的。我看有很多房吹啊，一看到这个地王频出啊，就认为这个房价要涨了，因为这是龙头啊，龙头一涨，你想这个上海这个地价都到了13万每平米，那你说它那个新房价格不可能低于20万，那它20万，那周边的房子恐怕也得涨吧？那就这么逻辑啊，就是龙头在涨，那带动周边涨，周边再带动更远的地方上涨啊，那造成上海的房价涨，上海房价涨，再拉动周边的也涨，对吧？黄沪房价也涨，它就这么个逻辑。你看啊，这个深圳二手房，这个叫深圳微博房产，他说深圳二手房录得量阶段性回落，也就是这个咱们从去年9月开始啊，这个深圳的二手房不是一个月比一个月火吗？甚至是创这个新高等等啊。现在啊，深圳二手房阶段性回落了。4月7号，经统计，2025年第14周全市二手房含自住啊，录得1290套，环比下降 24.7%。受清明节假期影响，二手房录得量出现阶段性回落。根据公开在售二手房源数据统计啊，截至2025年4月7号，全市共有73145套有效二手房源在售，较上周增加1555套。你看啊，这个清明节它只影响你买房，不影响别人卖房，所以那个二手房挂牌量增加，对吧？这个成交量下降，你同样都是清明节啊，造成了人家买房的不方便，但是卖房的怎么还是一如既往的卖呢？这是微博房产啊报道。这个另外一个啊，还是说的是深圳的二手房，这是深圳乐居官方微博，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超半数报价下跌，7.3万套库存压底，深圳老破小
大考将至，似乎说的深圳二手房现在问题来了，大考将至嘛，说深圳的房子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脱手，尤其是老破小。春节后，二手房挂牌量高歌猛进，不断攀登新高峰。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透露，说当前全市有效二手房源在售量达到73145套，较前一周增加1555套，创历史新高，比元宵节后多了超1.1万套。在成交逐月增加的情况下，抛盘量仍远大于市场消化的速度，也就是你二手房卖得快，人家挂牌挂得更快，就有更多的二手房东要把房子挂出去卖掉。这到底说楼市企稳了呢，还是没有企稳？实际上从去年9、10月份开始这个很多中介媒体每天吹的就是北上深杭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大涨，尤其是上海上海不管是二手房涨，它新房涨得更快，对吧？动辄一个月就接近3万套，但是他们也不太去宣传哪两个数字呢？一个就是二手房成交价，这个他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二是呢，挂牌量，就是刚才深圳那个二手房一样，是你卖的多，还是他二手房挂牌挂的多？你们挂的越多，这说明什么？对吧？我们按这个上海二手房一个月成交2.5万套来算，那6个月就要卖掉15万套，6个月卖掉15万套，那就是二手房挂牌量应该是大大降低你哪有那么多房子卖但是二手房挂牌量却在增长，所以这里面对吧，哪儿出了问题？就是很多中介、很多媒体愿意拿这个去制造焦虑，无非就是想告诉韭菜，你赶紧买，不买来不及了，不买就要涨价。你看现在人都抢着买，对吧？无非就是要造成这么一个效果。实际上他对吧，这些数字不仅把韭菜给骗了，实际上把政府部门对吧，把很多人都骗了。你看这个中国网财经报道说，上海楼市小阳春亮眼，3月新房成交大涨，二手房逼近3万套。据安居客统计，3月上海新房共成交5394套，环比上涨130%。同时，二手房方面，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3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一举突破2.93万套，环比大涨75%，同比涨了45%。这一成交量也超过去年12月份的高点，并且是2022年以来成交最高的3月份。你要这么火爆的话，真的半年你得卖15万套。这个第一财经日报它有个报道，这个报道就能说明问题。它的报道叫多个一线城市研究房地产止跌回稳举措，说多个一线城市正研究储备推动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止跌回稳相关政策举措。据证券时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稳住楼市写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记者获悉说多个一线城市正在进行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相关政策的研究及储备工作。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是武汉市，还有昆明、重庆、佛山、苏州、南京。他说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一线城市研究房地产止跌回稳举措。那按道理来说，这不都已经是止跌回稳了吗？那还研究啥止跌回稳举措干啥？那言下之意就是这些城市还没有达到止跌回稳，你只能这么理解。因为你没有达到止跌回稳，所以说政府还在研究怎么样止跌回稳，还要采取哪些措施。如果你已经止跌回稳了，那为什么还要研究止跌回稳的举措呢？所以这个证券时报它的这个报道恰恰说明很多城市根本就没有回稳。我们再看一个报道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人口流向变了，这些城市在疯狂吸人。说广东连续18年为人口第一大省，连续7年为中国生育第一大省，且重回人口增长第一大省。深圳则成为全国第一的人口流入大市。人口流动向来是观察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也是观察城市住房需求潜力的关键因素。2024年，我国人口数量比2023年末减少139万，这是自2022年人口首次负增长之后第3年。这种背景下，城市间人口争夺战愈演愈烈，房地产市场更加分化。也就是人往哪个城市去，那个城市的房价它就有支撑，这个就好理解说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 3.76 亿，是1990年的16倍，占全国总人口的 27%。这背后是庞大的人口流动格局，人口究竟流向何处？截至记者发稿说全国23个省市区公布了2024年人口成绩单。过去1年7个省区市实现人口正增长，分别是广东、浙江、新疆、福建、海南、安徽、陕西、天津、江苏。就天津和江苏人口是
与2023年持平，其余14个省份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这轮人口争夺战的最大赢家是广东。2024年该省常住人口数量达到 1.278 亿，新增人口74万，总量、增量、出生人口均位居全国之首。广东连续18年为人口第一大省，连续7年为中国生育第一大省，且重回人口增长第一大省。深圳则成为全国第一的人口流入大市。数据说明一切说明深圳对这个人口人才的吸引力那还是非常大的。那它有一个表格通过它这个表格可以看到，这个北京人口是下降了2.6万，那下降最多的就是山东，人口减少42.8万，那江西、广西、云南、吉林、湖南人口都是下降还不少。我们看这个广东省的深圳、广州是人口流入最多的2个城市。2024年，深圳新增人口 19.94 万，居全国第一；广州新增人口 15.1 万，居第二。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和产业。2024年，深圳 GDP 总量达到 3.68 万亿，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位列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评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深圳还是年轻群体最想去的城市之一，其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业提供海量就业岗位，吸引全国人才。从人口结构看，深圳常住人口中15到59岁人口占比高达 79.5%， 平均年龄仅 32.5 岁。深圳的户籍政策颇为宽松，这是同为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所不能比拟的。北京人口是叫疏解，人是在往外走的。人口流入第二大省是浙江。2024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6670万，一年新增43万，且辖区内所有地市全部实现人口正增长。去年浙江机械增长人口即新增跨省净流入人口为 45.4 万，其人口吸引力甚至超过广东。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导，涉及面比较广，对吸收劳动力比较有利。同时，浙江地区就是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城乡差别小。浙江所有社区市人口都保持增长。如果从城市这个新增人口来看，按城市排名那么2024年排名前6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合肥、长沙、南昌、杭州，去年人口增量均在10万以上。除深圳外，都是各省的省会城市，特别是合肥和长沙，近年来人口吸引力不断增强，常住人口均超过1000万。因为房价低，长沙连续多年都评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你看看这个成都人口是好像2000多万，但是去年它新增的就是流入的人口增加一共只有7万，没有达到10万。实际上这个排名就是告诉大家，年轻人往哪儿跑，那个地方它的房价就有支撑。我也不能说它会涨，但至少它因为人在往哪儿跑，而这些城市流出的城市呢，肯定房价你就很难支撑。恐怕因为这个流入人口太多这个广州出台新规，广东省因为是第一大人口省，对吧？新增人口也最多，流入人口也多，所以这个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说这个广东一地发布租房新规，房东不得单方涨租，押金不得超过3个月。为进一步规范房屋租赁市场，整治水电违规加价乱象，保障租赁双方合法权益，近日东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东莞市房屋租赁合同范本》，新版房屋租赁合同严控房屋用途不得加价收取水电费，不得擅自装修或改变房屋主体结构等相关要点。据悉，新版房屋租赁合同范本已开始使用。怎么理解呢？也只有广东这样的地方因为人口的流入呢，那他那个房子还能租得掉，那就是房东的话语权还比较强。你反过来说以北京为例，这北京的这个租房市场，那价格也不能说断崖式下跌吧，那就是一直在下跌。房东会主动给租客降租金，因为你要不降，人家走了，你一空上2个月再租出去，你还不如给人家降租金，把人家留住，免得麻烦。所以说北京是租金在降，你租金在降，你就没必要出台这些乌七八糟的说不能单方面房东加租金你这房东都在降租金，他怎么可能还加租金？人家马上就走了，下午就换房。这就说明这个某种程度上广东恐怕还是房东还比较强势，因为有更多的人流入这个广东你去了就得租房对吧？对这个广东的这个租房市场那是一个支撑所以才会有房东加价，房东提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什么租金押金要押5个月
半年，在北京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你要敢让人家压半年的租金，人家马上就换地方了。所以这个啊，你看啊，广东出台，对吧？这个房东不得单方涨租，押金不得超过3个月。从这个也能从侧面说明啊，这广东啊有很多人流入，只有人口在流入，人口不断的增长的地方，你怪不得北京的房租在下降。你北京去年人口少了2万6，不仅没增加，还少了。如果北京人口多个20万、30万，那北京的那个租房市场它就不会，租金还下跌1/3。所以你看啊，这个人口和房子、房价以及租金是密切相关的。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新京报的报道啊，这个新京报说啊，威海一小区楼房多层阳台坠落，你说多吓人吧？这个楼房，住宅楼啊，那个阳台掉下来了，住户说啊，以为地震了。4月7日，山东威海文登南海新区一小区楼房多层阳台坠落，大量阳台水泥摔碎在楼下。民警到场后，在楼体周围拉起警戒线。该小区住户梁女士说啊，当时以为是地震，看到冒烟的同时，楼上阳台整体掉了。自己是2021年入住的，阳台掉落的2楼到6楼没有人住，幸好没人呢，要不造成人员伤亡。新京报，我们视频记者从南海新区管委会获悉，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相关楼盘安全排查正在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啊豆腐渣工程。咱们这个4代建筑不是就是这个提倡是大阳台吗？大阳台好是好，如果你说这个工程质量不过关，那整个阳台掉下来，那什么概念？咱们这么多年啊，建了这么多房子，这么多住宅，有多少住宅的质量像这个威海的这个小区一样？想想还是吓人的。有多少楼坚持不到70年？所以说对我们韭菜来说啊，如果你确实要买房，还得小心一点，不能光图便宜，你还得图它质量，对吧？还得是基本上放心啊，信得过的开发商开发的。对韭菜来说，买个房处处都是坑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